正選擇。文明的想法有自由抉擇，民主的精髓懇請你把握。不管是誰在自言自語編寫對白。或者落落街食嘢啦，今日一齊拍手。未講完，咁亂，屋企人同我落街食嘢，佢同我講可以自己揀去食啲咩，大家活大快樂，心美自己最錫。喂，咁都唔算好屈你啫。三間都係快餐店，餐牌多數冇乜變，食物係咪算新鮮？查實有乜分別先？屋企都有裝之前，淨係得亞視無線，效果係咪咁正面？係咪咁膚淺？選擇太少，既得利益者，大條道理。公共交通減價機會，未必負面利。想見到小商戶士多，你分寫未？周圍得連鎖大牌子，避無可避。是時候讓我有真正選擇，文明的選法有自由抉擇，民主的精髓懇請你把握。不管是誰在自言自語編寫對白。喂，有票真係唔要，要啊要。如果今日老師俾我哋選班長，最後選咗個幾受歡迎嘅阿強，老師嫌棄佢讀書成績唔夠優良，決定唔俾佢做，我哋心會有幾傷。更何況我哋講緊地區嘅首長，關乎香港嘅未來，市民當然緊張。喺普選嘅議題上，各人各有主張，一句我要真普選，道出我哋共同理想。這城市已漸漸變得單一化，再沒有小店人情合理標價，這樓價使百姓也許會變做無價，能揀我哋只可以嗎？這城市已漸漸變得僵化，以習慣粉飾至繁榮愉快典雅，厭倦了眼前的一切在虛構造假，能共以自決可以嗎？是時候讓我有真正選擇，文明的選法有自由抉擇，民主的精髓懇請你把握。不管是誰在自言自語編寫對白。跟住我哋呢度想大家同我哋一齊唱，我哋唱一句，你哋唱一句 ，OK？ 2, 3, 4，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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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聽唔到你哋喎。嚟一次。是時候讓我有真正選擇，文明的選法有自由抉擇，民主的精髓懇請你把握。不管是誰在自言自語編寫對白。呢首歌係講咩啊？呢首歌咧，大家有冇睇過我哋個 MV 啊？有啊，係咪好令人費解？即係拎住個橙咁樣，我哋就話真係好似有好多個橙俾你揀，點知其實個個都咪係橙，冇分別。咁咪同依家講緊我哋居住嘅地方又好少選擇，例如我哋食嘢通常會食咩？仲有咧？係啦，仲有依家新興嘅一間叫做唔係譚仔，係啦，因為我哋成日都食譚仔，係啦。不過自從石超雄表明咗佢唔中意食之後，我哋都好少食啦。OK，好啦，離題。